接线甲大家介绍一个物件，要连线，要咱现场或者是全台湾各地的原住民的朋友、客家的朋友、讲华语的朋友、讲台语的朋友致敬。我们有许多原住民的朋友，一样跟我们一起在打拼，在努力。沙包乌来，那尼亚卡兰杜亚卡兰，哦嘿呀，哦嘿呀，路啊，哎呀。我们也要向我们所有的客家的朋友献上我们的敬意，跟我们一起打拼为了台湾。今夜的光，一百年，一百年，想起往事真言谈，同情有一年。双河也是有讲客语的朋友，有讲华语的朋友，有讲台语的朋友，有讲原住民话的朋友。我们摇篮的美丽岛，是祖先温暖的怀抱。前和祖先们珍视着我们的脚步。
接下来我们双核大家都说很难很难呐、very blue，very blue。林德福做立委30几年哦，从来没有不是国民党的立委。哎，中和好像好一点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咱中和上届勇敢的查甫人，不要讲太明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吴峥，大家好。吴峥哦，我邀请吴峥来，吴峥非常的紧张啊，说惨了。吴峥说他比较少唱歌啦。对啊，你没有要找我唱歌吧？对，我就说那不然不用。但是吴峥说他怕一唱大家都跑光哦。但是你看现场的状况，要跑也不容易啊，因为太拥挤了。但是我们吴峥，你要不要带一下多1万票，要不要？好。多1万票喽，多1万票喽。好。然后吴峥比较客气说他比较少唱歌啊，说唱了怕大家跑光。但是我说我们有准备，我们旁边都有壮汉围着，如果跑掉的话会围住，然后没有联署不能离开。所以我们要来做个实验，看会不会发生这个状况。好，来，琪姐来。